恐龙、乳牛、花干啊，甚至是花蕊，其实这艺术品的制作原料，全部拢是以花絮的纸张再制而成。经过台南市环保局美学班成员的卡手功夫，各种模样毕竟艺术创作，就安尼呈现伫大家眼前。尤其利用回收物来创作，不但环保，而且更加省钱。我们这个作品我们是去那个回收厂我们平常时我们丢掉的保丽龙，还有一些回收纸，我们把它拿回来再创作。这个它不是玻璃纤维做的以我们这个纸塑作品我如果去请外面的玻璃纤维来做，它大概是10万块的价钱。然后我们这个回收的材质下去做的，大概是1/4的价格，然后又可以达到我们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又可以环保。除了各形各色、一比一大小艺术创作以外，台南市环保局更正大声推出客制化的服务，民众只要提出想要制作的物件，环保局美学班就会当代工制作。我们去年也推出了客制化服务，假如说你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小公仔、大公仔呢，都可以来找我们美学班。那我们美学班呢，会先依您的图还有尺寸去做报价，那您可以接受的话，我们才会开始制作。那像这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呢，它也可以做成就是有存钱筒的感觉，对，那这样给小朋友呢也是蛮有教育意义的。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上我们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看到这纸雕艺术品，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想要家己动手制作看卖？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环保局美学班也特别为民众规划了19项 DIY 课程，趣味的内容正适合各个年龄层。台南市环保局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做伙将粪扫变黄金。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